我嘅故事開始於14歲，咁嗰時我就喺外國度讀書啦，冇乜嘢做，揾咗一啲嘅興趣，咁其中就有好多唔同心理學啦，同埋風水命理嘅書籍，亦都係因為咁，我就開始咗一段嘅探索自我嘅旅程。隨住呢領域咧深入了解之後，我就決定咧以心理學為目標啦，努力咁樣去考大學，咁而最終我都係如願以償咁樣畢業嘅。但係亦都有可惜嘅地方，就係我差1分先能夠考到呢一個研究生嘅課程，對我嚟講亦都係一個打擊嚟㗎，但令到我嘅命運咧有轉折點。好彩啦，咁當時我返到香港，遇見到我嘅恩師，喺一次偶然嘅機會底下咧，佢就無私地教導我八字啦、風水啦、面相同埋手相，仲要唔收費添。佢嘅教誨就好似明燈咁樣照亮咗我嘅道路。喺當時啦，我喺國泰工作，收入好微薄，每一餐煮4盒飯，堅持呢種艱辛嘅生活。同時我喺一邊工作，亦都一邊實踐所學嘅玄學知識，逐漸亦都喺海外睇風水，獲到一啲嘅收入。我嘅隨住結婚同埋生仔，我將家庭放喺第一位，開始減少咗玄學嘅工作，仍然對呢個領域有一個熱愛嘅，始終都喺我心裏面咁樣燃燒。直到疫情嘅期間啦，因為時間變得非常之充裕啦，我開始去教書，並睇咗《通靈之王》第一季。嗰一刻，我嘅感受到有一種強烈嘅共鳴，原來有咁多人同我一樣都有呢一方面嘅能力。Deb 師傅啦，佢嘅與靈魂溝通能力令我真係大開眼界，所以我就跟佢學習靈氣、天語，提升我個人嘅感應力。咁而家我可以喺憑呢8個字就能夠通靈啦。當第2季《通靈之王》招募參賽者嘅時候，我亦都毫不猶豫咁樣向佢報名參加，希望了解自己嘅能力。雖然最後只係喺10強，但係我好感恩今次嘅經歷，令我更加堅定咗對呢條路嘅信心。之後咧，我遇到 Tina 老師，跟佢學習咗呢一個能量重組，係一個更加高層次嘅靈魂量子嘅治療課程。佢可以幫我哋改變我哋嘅思維，我哋嘅潛意識可以直接對話，之後做嘅心理能量治療嘅基礎。喺呢段旅程裏面，我喺創辦咗心靈驛館呢個品牌。心雖然受到傷害，一個大嘅問題，靈魂係可以隨住你嘅時間啦，隨住你嘅修行啦嚟修補翻嘅。而通過呢個易經呢個易道裏面嘅學習呢，我哋嘅心同靈魂係可以共用嘅，亦都可以通達一個更加大嘅康莊大道。喺嚟我哋呢個館裏面，你就可以揾到一條和諧嘅路。今日我終於擁有咗自己嘅工作室，一度以嚟呢，都係特別感謝我屋企人啦，一直嘅支持，咁同埋對我嘅教導，佢都係我另外一位人生嘅導師嚟嘅。咁我會繼續努力學習，運用我所學嘅，為更加多人去服務，幫助佢哋揾到內心嘅平靜同埋力量，而並不是結束，而是一個新嘅開始。